接将付钱人钱到一公，分到一公。恭请付钱人慈悲。好。班开始向无极老母前3鞠躬礼钱到一公，再鞠躬，3鞠躬，分到一鞠躬，再鞠躬，3鞠躬。恭请付钱人慈悲钱到一公，分到一鞠躬。各位，咱朝天师，咱年轻，咱朝天，咱高，给咱多少代替，而且办咱哈，先从天门世界，你的电脑，在此，咱共同的研究，是靠健康经。当然，因咱嘛知影讲，做金融经，是一个高尚，嘛是重要的一咱核心过去，咱的前辈郭经理、新的经理，一直咧甲咱传带相伴。我相信讲，咱大家对在生活的概念。我已经有，不可能因为阮即届时间有久了，我早是改转改过，然后我即厝从蔡经理从前几年去马来，平城，去伫迄个印尼、越南来。是开启着咱旅游性格，伫马来的北方，伫印尼的第一个开放，即届找使讲整个世界非常的顺利，非常的顺心。虽然讲起来，是讲是上天上开好安排，我非常感恩即届。第一次做着贵人，使讲伫咱疫情的内底当中较顺利。咱讲起来，咱去到迄个所在，无论是槟城机场，无论是吉隆坡机场，无论是亚夏达机场，无论去到越南的机场，前辈者动手，拢甲咱处理好势。因为有真正咱出嚟语言袂通，讲国语因听无，讲英语咱是袂晓，讲印尼话咱嘛袂晓，讲马来话咱嘛袂晓，我连国语，敢别人语，咱拢袂晓。当然，伫槟城内底中国因为国语、台语是真普遍，讲70%华人。不过伫海关迄种马来人。拢包头壳，你讲要讲有听无？讲朋友听嘛免讲，因为可能2种语言，若有是英文，马来语，这咱拢袂晓，所以咱前辈者甲咱带开教，因为即厝底当中使讲一帆风顺，非常感恩，咱好成正式咱槟城。并到迄个所在，迄个租厝，受到贵人甲伊合作，咱伫迄个租厝，咱用租咱家己要去的所在，迄厝租好啦，蔡经理，当然，即个26号，因为今仔日已经18嘛昨17、18，意思26号，就变2项问题啦，咱讲会，即个冰室。是冰岛，即位可能吉隆坡转过来，是家己带经理去，
高的压力，所以呢，拢离太高，拢离马来的亲情的问题，拢甲咱安排较好势，即互你找咱免务市场，去的当中呢，咱领导的当中啦吼，因为咱高经理安排两个人才，嘛伫遐。第一回就是身体病倒遐，先通带回去遐2礼拜搁派第二回去，所以呢，有咱台湾的这个以后，其实咱伊咱人才都好。安排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去有一寡印度就是乌人去印度，是一寡马来人咧讲的，惊咱听。因咱是马来人，当然迄种听有啦吼。所以伫即个一年之下，虽然讲出来啦吼，人咧做，天咧笑，无事在天，成事在天。人较敖，就是天色对头，所以咱袂是咧想到足侪未来，但是咱袂使落行出，行出，然后你按照书面的脚步，前面就是出路。这是呢，咱我即处的感受，不可能因为咱永远继续来讲经过经历这第10分，这个第10分若你甲讲起来，咱叫做亲情这个重要。咱来讲起来，重要一定要亲情。换一个解释是叫做亲情，迄个亲情的解释叫做无量的意思。你袂使无量，不过呢，你的得其无处。你的庄严无处，你的得果无处，这叫做3个问题。今日你这个问题，就是讲我得果无处。你得到福果你嘛袂使主，是都叫做执着。完全你执着，就是无清净，所以咱叫做庄严清净分啦吼。庄严这个清净的分土分，所以这个清净就是那个讲叫做无量。什么叫做无量？因为你有执着无量，无执着无量。你佛法内底当中，无论你是听什么法，你看什么法，你闻到什么经，你拢袂使心，拢袂使执着。反正你执着就是叫无量，安尼对啦吼，叫做无清净的意思。那因为咱进前就讲到庄严无处，得其无处，当然这是一定头前已经讲过。不过呢，后壁这段是最后一段，讲叫做得果无处。咱有法念一遍，咱对咱有法念一遍吼。娑婆提，譬如幽人，心如须弥山王，故意温和，是心为大河。娑婆提言，现代世尊，何以讲？佛说慧心，是名大心。当然，这是最后一段话啦吼。这最后一段话就是咱华主席咧甲讲，叫做得果无处。因为得到果位，得到菩提果，你嘛袂使我已经得到菩提果啊，你袂使安尼。我得到咱佛祖，甲我这个叫得去。就三只讲，我这个得倒安尼，咱嘛袂使执着者。好，你执着，因为毋是讲你袂得，你有得袂使执着。你若执着，就是有一个主，安尼对啦吼。是你咧修的过程内底当中，咱一个足庄严的相，咱就一个庄严发心。但是你的心会使得到一个庄严发心无？袂使。所以反正这句话简单讲起来就是讲，爱清清楚楚。不过这个后壁，因为当然不能用娑婆提，娑婆提譬如幽人，心如须弥山王，然后伊这句话直接，因为这种是一种的哪呢？这种是一种的比喻啦吼。这个佛讲的，就是一个比喻的说啦吼。一个人心如须弥山王，遐尼难玩啊！迄个须弥山王，伊是哪解说？当然，伫佛陀内底当中呢。
迄个须弥山啦吼，须弥，那你翻译嘛解说叫做苗哥，古叫做苗哥山啦吼，是树木所组成叫做苗啦，出水有84000个游船，叫做哥啦。迄个哥就是讲，迄个哥出有7间山，叫做王啦。意思是，譬如讲有一个人身体上须弥山王，遮尔啊悬，遮尔啊高贵的物件啦。你讲这个人身体算是大号啦，吼，伊来讲，伊来讲这个身体算有大无啦？就是你比如啦，你有遮尔啊大，这个苗高山，这个苗高山，那须弥山，咱而且甲做一个解说，就是讲须弥，咱个须弥啦，迄个苗高，这两个解说中迄个苗高啦。须弥，因为伊讲着这个须弥山的这个山的宽有84000个游船啊，修迄个游船。那游船依照咱中国话甲解说的，叫做里数，一游船叫做40里数，别人讲叫做60里数，别人讲叫30里数，别人叫做40里数。但是这个解说就讲，通常拢用一个40里数来甲做解说讲，这个山的这个伊的这个宽度有84000个游船。简单讲起来，迄个里数有84000的这个里数，由于这个40里数，所在须弥山顶，伊这个须弥山顶较小啦叫做道理天。四方就是带入哪呢？大的当中就是迄个咱的这个水菩萨啦旁边有天威山，过来有咸海。伊这个山的环境，伊是来甲你介绍啦有一个咸海，譬如说咸海在过来当中有4大大洲，我们是住在南瞻部洲、东瞻部洲、西瞻部洲，这个北方大洲、南瞻部洲，就是伊是须弥山而且东西南北。咱叫做伫这个所在，咱伫这条须弥山。这个南边叫做南瞻部洲，这个南瞻叶树，所以这个南瞻就是讲这个叶树，咱大只就叫樟叶树的意思。咱因为这条须弥山道理，迄个叫做咱讲道理山，迄个道理山就是讲伫上顶悬，所以有疑问就信为是信为大若安尼是这个心有大无？说话题，你的意感怎样啦你这个身体哪有大无啦？就简单讲起来，伊用比喻较少有一个人的大是参像这条须弥山。那这条须弥山有做东西南北，半中有分哪呢？四大天王，二顶悬遐上顶悬遐叫做道理山。安尼对啦，但是伊边仔内底有做东西南北的部首，这条山，这条山就是有这个叫84000个游船，简单讲起来，迄是真大的意思啦。不过呢，佛陀伊咧比喻就是，比如讲，当然离凡所有上的物件啦拢是无介大啦。因安怎讲呢？因为虽然讲伊有一个大。但是迄无作为的大啦，简单讲起来，你有大就是有执着，所以因为伊就是用比喻。那安尼当中的是实为在说话题，你的意感怎样啦这个身体哪有大号啦？有大无啦说话题成大世尊，因为说话题讲足大有够大世尊有够大世尊。这是师菩提顺着世俗的比喻咧问啦咧问伊就佛陀咧问讲，咧问当时伫第八帖的内底当中有咧问，若有人以3000大千世界七宝
像过失，世人得福，认为多福。所地言行道世尊道，这个物件就是讲，伊咧比喻着讲3600世界的这个七宝，毋过伊用着这个做一个比喻，但是所地啊，安尼有切无？所以大家讲行道世尊，迄个行道世尊，伊的意思就对所地讲，我道你讲这物件实是诚济对啦。毋过你咧讲的是福德，这个福德色。是无如来说的福德道，后壁迄句就是头一个福德讲，你咧讲有一个对，毋过咧，苏摩地是解放地的，伊就甲讲哦，你咧讲的这是世界法，毋是出世界法，是无如来说的福德道。啊，这个意思嘛是咧讲这个。啊，来讲，伊咧问讲有大无？讲成大，有够大，那伊属于宣传，即个是咱人，迄叫做大心。所以并不是在这个须弥山这么大的大心啊，叫做大。其实这个大心，伊讲可以讲，佛说唯心是名大心，重点是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大心？迄个大心，大心就是讲，你无法通用着语言，无法通用着物件去甲比喻伊大，安尼叫做大心啊。哦，这叫做就参照讲，迄个无相，甲迄个相。迄个无相气就无啊，就无人比较悬啊，无对伊袂对啦。那为什么咱讲无相性称美啊？感谢呢，伊就是讲这个物件。啊，所以伊讲到这个大心，就是讲无相。这个大心，伊就是佛陀就是讲，得其无出一个人得到迄个本性，得到迄个实相，迄个有大无？当然，迄个我就用着语言对着法。来讲大是小，迄叫做绝对的大。所以哦，自己加以解说，因为不说唯心，是名大心。你咧讲这个唯心哦，这是一个大心哦。这个心，迄个非就是讲，你袂使有去执着的迄个心，你去执着的迄个心，这个大就必须无大去。以前呐。因为咱遮讲凡所有相，该是迷惑啊！哦，凡所有相，拢无大。啊，你讲到一个有心，要讲这个大心，这个大心是咧讲到迄个自性之大，意思是安尼。所以唯心是什么心呢？无上之心叫做发心，咱现在讲出来了吼。所以讲佛陀当时伊咧这个问苏摩地，这个人哦。因为伊得到果啊，得到这个果，这个菩提果啊，伊用着须弥山王这边仔大来甲做比喻。啊，这个须弥山王是有相的嘛，对不对吼？但是咱今日得到这个法身是无相的嘛。那安尼当中，佛陀就甲讲，你这个法身是比着迄个须弥山王啊较大。伊安尼讲，迄个叫做绝对，迄个叫做相对。迄个须弥山叫做相对啦，哦，伊有大就一个小，一个小就一个大嘛。但是迄慧心是名大心，这个慧心就是不实相之心，哦，这实相之心叫做慧心，这个叫无上之心叫做法心，这个法心就是讲咱的自性，自性法心。所以而且我咱咧讲，咱讲，你这个啊，佛说慧心是名大心。而且咧讲无上之心，就是咱讲咱讲到要哪样吼？伫咧咱自性中内底，咱看是看表象，敢是安尼？咱看着咱的自性，咱有看着咱心中发心，啊无看着迄叫做实相，啊嘛叫做空相。所以咱讲空为色，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无，啊你空就是讲空相，啊色就是讲叫做表象。有上之心，毋过呢，这个咱要讲的，这个须弥山，这个无上，这个心就是讲咱自性。啊，无上就是讲空嘛，就是无上就是讲空嘛。咱讲马体无上，对不对？实相就是无上，啊无上内底人演变一个无所相，所以咱所有的想法，所有的做法，无所不，拢对迄事实造出来。那叫做无所不相，
啊，所以伊来讲，伊关伊个数目就来讲啦吼。譬如讲啦，我较上苏米山哦，84000个游船遮尔大，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的身体超过85000个游船，就超过啊嘛。就甲你讲个，因为伊这个苏米山84000游船，较所有一个超过伊，就是85000几。安尼这个叫算袂少啊，就叫做大。但是这个疑问对个，这样一来，因为伊就算讲比来的，这个84000就较少啦。就换这个85000较济，相对的84000较少，这个疑问对个。所以讲，凡所有一个数字啦，伊就来讲啊，凡所有一个数字啊，凡所有一个数字，这个科数字拢毋是叫做成。咱来听无，毋是叫做。凡所有上，而这个世间上会当讲的物件，拢一寡。所以呢，真正的大身是非身，迄个真正迄个大身、大身叫做实相之身，实相叫做无相，无相叫做实相。咱讲就是安尼啦吼，是无相之这叫做法身。咱讲起来后壁这段就讲咱的自性，你的自性无啥物物件会当去甲比如超过伊的物件。所以叫无数别啦，发心不小，怎样呢？证明这个发心呢，这个得果无出。好，你已经得了50果啦，你已经得了佛果啊，你先执着啊。你执着菩萨果，那安尼当中，你这个嘛袂当成菩萨哦。咱金刚经第3分咱就讲啊，说不得。就菩萨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圣者相，还有菩萨啦。伊就甲你第3就甲你讲了。那安尼你得到这个菩提果有事，你敢袂当得到菩提？你敢袂当证明？迄个叫菩提果袂当。所以来讲叫做得果无主。换一个解释讲，因为用着佛陀来讲得果无主，用着3000大千的魅力，苏米山王的这个典故。到人超过迄个遐尔大的物件，毋过遐尔大是世间法的物件。但咱就像讲，伊有84000个游船，那咱一日85000个游船，伊就相对的少啦，迄个相对法，所以叫做绝对法。所以咱今日佛陀就是用安尼比喻，叫做化相入理，化着因为伊这个有形有情的相，你会入理叫做得果。得果就袂使自豪，袂使执着啊！你得果，你得到这个菩提果老主，你就得着啊。所以呢，你得了发心，就是你证了佛果啊。证着了佛果，就是你这个慧心，就是你的大身。迄个慧心，就是迄个大身。迄个大身就是什么身？就是你得着迄个发心。跟你讲。佛陀这段当中，就咧甲你讲，你得到这种的上物件，但是完全伫思想上的内底当中，迄是一个清完全无力量的物件。所以第10分的内底，第一个叫做哪？叫做得意无助，第二叫做庄严无助，这个呢叫做得果无助。敢你讲起来？所有的物件，即份所有物件，无论是你得意、你庄严，无论你得果，拢袂使有执着的。简单讲起，迄一个就是清楚了明。那安尼，那是真正叫做庄严净土分的内底。反正即份咱已经讲煞啦吼。毋过呢，咱将来进入就是要进入迄个这个第11分，所以呢。这现第11分，第11分内底当中，因为金刚经啦若较重的，咱有阵时会讲较济，较济迄个较济解。虽然咱讲的这金刚经咧讲这个道理的物件啦你若用着翕盘顶的迄个走马顶的方式，我咧甲讲无味，毋知咧讲啥物件啦讲到底当中无味，你嘛讲袂着迄个物件。所以有阵时呢，金刚经好上内底当中啦咱咧讲世间上，就大家咱上咧糊涂豆安尼啦或者豆豆布，
愈薄的啦，愈香啦吼。啊，你食土豆嘛，安尼上安尼，甲吞落来剥两次，甲吞落来吼，其实迄个土豆味就薄袂出来。但是呢，因为来叫做